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新年快乐！哦，真欢喜，伫主日早起时看到大家啦吼，这时礼拜就要开始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拣选阮，成做你的囝儿，互阮有福分，伫你的国度内面。伫个主日的早起时，阮有一粒真快乐的心，来到教会，要来聚会吟诗。阿罗感谢你，求你这时圣神甲阮伫地，将阮逐人的心安静落来，互阮逐人摒空家己，会使专心伫个遮来敬拜你。阮将阮今仔日的敬拜，为头到尾拢交代伫主你的手中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大家早。好啊，这是咱要来锻炼咱今仔日礼拜的诗歌。头一首咱做伙来吟圣诗第301首《万人婀娜耶稣尊名》。咱先甲第1节甲第2节做伙来吟一遍。足熟的诗歌，大家拢定定吟吼。咱做伙来吟。请。PPT 看后一啊，好，这首诗歌呢，大家应该有看到伊的作词者，伫个咱圣诗的左下角 ，Edward Perronet。这个人伊是一个多产做足侪诗歌的作词的人。啊，伊上时嘛是一位牧师，所以伫伊所有创作内底，上出名的就是咱即马吟的这条《万人婀娜耶稣尊名》。啊，咱若是看下骹遐作词者呢，伫个 Edward 后边，阁有另外一个人，叫做 John Rippon， 就是咱即马伫个画面中的即位。啊，是安会安尼呢？这首诗歌迄个时阵一写啊，就造成诚大的轰动的，就是足侪人就足爱吟的。啊，后来抄这首诗歌做成抄10年的时阵 ，John Rippon 就甲这首诗歌原本的歌词。季节的部分删除，然后佮加上伊家己所写的歌词。所以普遍来讲，咱即马吟的这首诗歌，其实有这2位作词者的歌词伫个内底。咱佮继续为下骹看，就是这条诗歌作曲的人，叫做 James Eller。这个人伊较特别，他不是一个多产的作曲者。伫个咱所有所吟的圣诗 ，James 唯一互人会记得的，伊所做过的曲，干那这条歌尔。那这首诗歌呢，其实有无共款的版本啊。咱即马伫个定吟的，就是咱 James Eller 伊所写出来的旋律。啊，毋过其实共款的词呢，伫个咱圣诗，或者是伫个美国、英国每一个所在所吟的歌曲，其实是无啥共的吼。所以有即款的故事嘛，甲大家分享。
伫咧我查考这首诗歌的历史的时阵，我有看到一个足趣味的故事，甲大家分享。足久以前有一个宣教师，伊甲印度这个所在要宣教。迄个时阵，印度认捌基督的人非常的少，足罕得的。结果，这位宣教师咧拄到一群当地的人土人就对啊。结果，因原本的对这个宣教师是非常敌意的，想要甲伊攻击，很有可能生命会受害。这个时阵，这位宣教师伊就拿出他的小提琴，对他宣教随身带着小提琴，伊就摕出伊的 violin。然后闭幕把这首诗歌演奏了2次之后，就是要从容赴义，接受上帝对他的呼召。结果一演奏完把酒背金的时阵，发现当地的人原本要伤害伊的人，去互这首诗歌深深的感动。后来这群人就缀这个宣教师去认捌主耶稣基督，甚至到伫原本这个宣教师因为健康的原因要回去美国休养。因嘛是对伊一直送到伊最后要离开。后来这位宣教师实在伤过感动啊，就决定要留伫印度继续伊的宣教的旅程。所以，咱国家这首诗歌第一站过来做伙吟一遍，来少年有发生过的历史。请。请咱做伙来看第2首诗歌，圣诗第131首。人若拄着忧闷伤悲，咱做伙嘛先甲这首诗歌第1节甲第2节做伙来吟一遍。这首诗歌的作词甲作曲的迄个作者我嘛甲伊的相片放在遮。这首诗歌伊写成的时间是伫1870年，19世纪迄个时阵伫咧美国。之前有甲大家分享过，就是我咧看诗歌的时阵，我常常会去查考这首诗歌迄个时阵的背景。1870年是在美国内战发生之后5年，美国因为美国的内战其实有足大的变化，很大的动荡，一直到这首诗歌成立的时间，其实美国都还是很多隔阂。美国的内战是因为黑人的黑奴的解放运动而起，那当然也有很多政治啊或是经济的问题。所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这首诗歌写成的时阵，不是美国充满的荣景，或是像咱打过这个新年，咱会使甲出来人做伙，
会使享受伫主的疼当中。其实，在那个过程，会有很多人是在忧伤痛苦的过程。不过，咱做一个有信用的人，伫咱这生的生命，不一定是永远会顺利，甚至会遇到很多的挑战。只是咱要用什么款的心情来面对咱所面对到一切黑暗或者是挑战。咱等下会阁甲这首诗歌的第3站、甲第4站做伙来吟，请咱做伙来想想这首诗歌伊所带来的意义。阁有一点甲大家补充，我拄则有讲，美国内战之后，其实有很多当时代不顺利的代志。就是这首诗歌作词的人叫做 Lydia Odell， 这个人伊在世的时间敢若60多年，在他60年的人生之中，有30年。因为身体的缺陷或是身体的不舒适，伊其实拢无法度离开伊的眠床。在这种的情形当中，伊写出这首诗歌，作为我们每一个人，甚至在现代人的勉励。咱做伙来甲第3节、甲第4节做伙来吟。
我的心静静，专务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，独独伊是我的招盘，拯救我的。伊是我的关台，我袂大摇动。上帝啊，愿在你的殿内笑念你的慈爱。这是同齐来吟诗学老，新圣诗301首。新圣诗301首，万人学老耶稣尊名。万人学老耶稣尊名，天使围雷拍败，天使围雷拍败，风险免流，一齐出声来学老伊，学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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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主的主，请起立吟圣诗301首。万人学老耶稣尊名，天使围雷拍败，天使围雷拍败，风险免流，一齐出声来学老伊。请坐。这是咱同齐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神。第九杯第7页，请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在圣女玛利亚出世。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道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。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，阿们。这是同齐来启应，启应文第9篇，启应文第9篇，也就是诗篇24篇。
这是同齐来启用。地甲地上的万物，拢属于上主。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，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？就是手清气、心纯洁。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。这款人祈求上主。城门啊，着拍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？伊是百尽必胜的上主。城门啊，着拍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？伊是荣耀的君王。同心来祈祷。听堂的主耶稣祈祷，阮学罗你，因为你大有权能，你排列日月星辰，你创造这个世界，你的权能代替阮学罗，你对阮的听，嘛，互阮满心感谢。主啊，恳求你赦免阮，因为阮气力无够，有时阮毋敢出声传播你的名。有时我的行为无法度做你的军队者，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也伫阮的心中激励阮。随望天要光的时，迄个黑暗真大，总是阮要亲像鸟只，伫迄个黑暗中来出声学咯，因为阮知，伫迄个黑暗的后面有光明。亲像阮的对敌的攻击下，或者伫阮的环境的中间，阮若亲像甲即个世间真无共款。有时我会感觉真困难，因为阮所要做的，甲即个世间的一寡规则真无共款。但是主，你做我的招盘，阮若仰望你，阮要伫对敌的中间。伫龙群的中间，虽望阮是羊，阮犹原免惊。主啊，也互阮时时有仰望你的勇气。当日头出来的时，当阮见你的面的时，阮要充满气力，因为阮所做的是为着你，阮所行的路站是仰望你。恳求你帮咱带领，伫新的一年的开始。互阮的性命日日更新，对阮心内的圣神来得到气力。当阮拄着恶担当的代志的时，互阮看阮身躯边的兄弟姊妹，因为阮无孤单。互阮仰望你，因为阮知祈祷你拢有在听。恳求你帮咱带领，阮嘛有侪出外的兄弟，互因伫旅途的中间。拢会当得到平安，甲因的亲人聚集的时，会当传播你的名。恳求你听阮的祈祷，时时刻刻做阮的气力，坚定阮的信心，互我会当跑走人生的路站。祈祷奉主所叫圣名求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救赎阮平安。这是咱要来看一位的圣经，
记载伫旧约士师记，咱要看的是士师记第3章第1节到第4节。士师记第3章第1节，耶和华所留这的族，是要用伊来试验以色列人，就是遐个毋捌见过迦南交战士的。标题要互以色列后代的人知，来教示因交战，就是遐个前所未捌经过的人。所留的遐个族，就是非利士5个首领，甲一切迦南人、西顿人，甲徛起黎巴嫩山的希未人，对巴力乌门山甲哈马口，就是要用因来试验以色列人，看因肯听他耶和华托摩西所命令因列祖的诫命也无。读圣经到伫遮，这是请有志诗班来献诗，因所要献的诗是咱着来吟诗。我想咱大家拢会晓唱，因为人讲这首歌是咱长老会的流行歌，这大家都会唱吼。啊，不过吼，咱今日一起唱吼，咱下骹还要做者做高唱吼，所以我邀请咱做伙来唱，吼。当然，孩子跟我好不好？
这是咱请考生凯牧师来正道，伊的题目是伫考验年的恩典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齐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。虽然阮咧面对世界侪变化，总是你甲阮同在。只是阮自己来到你的面前，阮来同心领受你的话语。愿你的话语成做阮人生的盼望甲开力，帮助阮行伫你为阮备办的道路。恳求信心即时运行伫阮中间，互阮明白你话语中的旨意。愿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咱讲新的一年已经开始啊，所以搁一届甲你隔壁讲新年平安。新的一年开始啊，总是新的一年的挑战犹原共款有。所以咱看，当咱咧面对挑战的时阵，咱有时拢会将挑战两字看做是一个无好的，也是一个负面的，敢若真恶去甲完成，也是搬过。总是挑战，毋是一定是困难的，但是挑战会当帮助咱去看到家己真实的一面。因为当咱咧挑战的时阵，咱咧面对这个挑战，咱会呈现出咱个人本身的价值观甲理念伫的。那你来看，咱用世界角度来看的时阵，最近咱若看新闻，咱伫厝的过年可能会看一寡新闻。咱知影即个国际局势已经咧面对一寡挑战，国际局势已经有一寡变化。美国的总统伊有侪政策会无共款，影响力嘛渐渐咧发展，互即个世界咱徛起的即个地球有一寡新的变化的产生。咱会当看到美国总统伊敢若讲几句话，伊的一寡政策就开始影响到中国、北韩、俄罗斯、中东。这些所在就开始有一寡感觉伫的啊。当世界咧渐渐变化、改变的时刻，我想咱真做一个世界公民，咱嘛会当对这个世界政治、军事、民生等等这些议题、经济顶面，咱会当来看的时阵，咱嘛会当来真实面对家己的立场以及家己的价值观。咱若转来到咱台湾咧看，其实咱住伫即个土地顶面，咱一直咧面对每一天增加这的挑战，时间咧震动，挑战的形式嘛无共款。过去的挑战甲即摆的挑战，可能拢是共款的议题，也是共款的价值。无定在伫咱的生活中，咱无真侪感觉。但是，伫咱现主时，就咧面对即款的威胁甲挑战，这是真实存在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影响着咱的生活，甚至咱的生存。过去，咱的先人因经历过战争的一代，伊已经渐渐老去啊。当咱新的一代，咱却无去经验到战争遐个真残酷的一面。那呢，咱今仔日透过士师记，咱会当看到伫以色列的历史中间，因所面对的困境甲挑战。咱照着以色列因所经历，咱要来明白上帝对以色列的心意，以及咱要安怎来回应上帝予咱的挑战。咱若看今仔日圣经。当新的一代进入到迦南地了后，这代是出世伫旷野中间，这代因亲身经验过伫约书亚的带领下面，因进入到迦南地去征服当地的人，因甲因相接。当这代的以色列人，其实因是咧遵守着耶和华的教示，直到约书亚。以及迄代的长老过身了后，下一代的人
因咧承接即个信仰的传承的时阵，咱看到伫士师记中间，就出现了侪状况。咱嘛当安尼来看，当约书亚在世的时阵，伊去住伫迦南族因的即个所在。当即个迦南地建立起了后，约书亚并无将原本住伫迦南地遮的民族完全赶走。所以咱若当去看士师记第2章的时阵，伫上尾的记载中间，讲到是耶和华允准遐的民族留伫迦南地即块土地顶面。所以伫第3章一开始就讲，上帝留了一寡民族伫即块土地顶面。上帝留即寡民族伫即个所在，是为着要考验迄阵无经历过迦南战事的以色列人。第2章会说明，讲遐个民族留落来是要考验着以色列人，因敢会亲像伫甲因祖先共款去遵行耶和华上帝的道路。但是第3章的目的阁无共款。第3章要说明的是，上帝要教以色列遮的后一代，要安怎来学晓来修正，尤其是迄阵无去过战场的以色列人。所以第3章咱看到今仔日所读的第1节到第4节，伊讲耶和华留落来的民族有非利士人、有迦南人、有西顿人、有利未人，拢是要来考验以色列人，敢有遵行着上帝照着摩西所颁布的命令呢？耶和华上帝，伊要考验以色列人，是要爱因遵守伫西奈山顶所颁布的诫命，以及要训练因会当有家己有一个防卫的能力。也毋过，咱看到伫士师记内面的记载，当以色列人住伫迦南人、赫人、阿摩利人遮个人的中间的时阵，以色列人娶因的女子正做某。以色列人将因的查某囝嫁互遮当地人，正做因的新妇。而且毋但是安尼，阁侍奉当地的神明。咱若对信仰的观点来看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目睭中看做歹的代志，是因为因未记得耶和华上帝带因出埃及、建立迦南地的事。因去侍奉迄个巴力，因去侍奉迄个阿舍拉，都是当地遮的神明。咱对士师记第1章、第2章的时阵，就已经说明了，以色列人敢若是伫一个循环的内面，因对做歹，然后互人欺压，到士师的拯救，士师死了后，佫转去到原本的起点。这种的悲剧的循环，其实伫士师记内面一直不断的在出现，也就是讲，伫士师记内面记载了7摆这种的代志。7摆代表着耶和华上帝一直咧原谅因，但是因不断咧背叛耶和华上帝。一直到士师记，咱到时会读到上尾会讲到一句：上帝互因家己随因家己的意去行。第1章、第2章咧说明这个历史的背景，咧说明军事的背景。所以伫第3章才开始咧讲，第一位士师是俄托列，伊的阿叔就是即个加勒，就是侪年前甲约书亚做伙去开探迦南地的探子之一。所以伫迄届的开探了后，敢若约书亚甲加勒因留落来，因为因会当持守着上帝教示，上尾伫旷野生存落来。但是当以色列人未记得上帝，而且做出上帝看作歹的代志了后，上帝就将因交伫米索不达米亚的王的手中，
互因伫遐受苦，互因伫遐受着压迫，一直到因挡袂牢，然后向上帝呼求。这个时刻，上帝才派一个人来拯救因。所以，这第一位士师是上帝派来，上帝灵临到伊，然后奥托勒伊就成做以色列的士师。伊带以色列百姓去修战，去打败这个王，然后互以色列行过头前8年受艰苦的日子。直到伊死了后，伫这段期间，以色列人有40年的时间过着真平安的日子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不断的进行。这个故事一直一届搁一届咧重复，上帝咧考验每一个世代的人，因为历史所行过的路站，伫未来的日子，总是会搁一届出现迄个同款，也是相像的情景。伫今仔日，咱伫台湾，咱的社会呈现出一寡多元的现象，伫这种自由的氛围的内面。其实，咱每一个人都会上主张家己的价值、家己的理念。咱当看到咱伫台湾，无论是甚物款的言论，你拢会当表达出来。所以，当每一个人拢在论述家己的想法的时阵，那呢有一个问题，咱来问的是：真做上帝忠实的信徒的是，真做耶稣基督的军队者。自然伫咱的心中，咱会出现一种对上帝来的眼光的这种价值观、道德观、是非判断的标准。这种标准会让咱去分辨咱所看的这些代志，咱所听到的一切言论，敢是有符合伫上帝律的诫命？敢是有符合伫耶稣基督的教示呢？当咱心中知影对上帝遐来的诫命的时阵，当咱咧看这个世界所有言行标准的时阵，咱自然上尾决定咱要往某一个论述观点去共我，也是讲你会将家己的观点要互别人来认同。这是一个过程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，到底是啥人去影响啥人，也是咱彼此双方咧互相影响咧。在社会中有无同款的人，每一个人拢有无同款的工作。咱有做工的，咱有去设计的，咱有做决策的，咱有付出体力的。咱有做学术研究的，咱有遐双向的人，咱有迄种真富裕的人，伫社会无共款的所在，呈现出咱即个社会每一个阶层的面貌。所以，当每一个阶层的人，因有家己的语言的表达的方式，因有家己思考的方式，因有家己行为的展现。所以，当咱咧看别人外在行为表现的时阵，咱有时会用伊是毋是符合伊行为的这个标准，甲伊的身份做一个结论。那呢，咱会讲，这个人伊所做的，甲伊的身份敢有合？总是咱爱注意的是，有可能伊受到别款的影响。所以，当伊咧做的时阵，可能甲伊的身份无符合，直到伊失去家己应该有的行为的表现。有时咱讲啊，无要紧啦，无啥物关系啦。可能为伊找一个借口，还是为家己找一个借口。但是咱若是无注意，咱会互即个歹进入到咱的心内，也就是讲，咱互魔鬼有芳通好做工。这是对咱的一种的考验。其实咱会当想，当咱伫这世界中真混乱的也好，真平顺也好，
咱会当来思考，我为何会受到对方的影响呢？我为何会受到别人的言论的影响呢？我为何未当就上帝所欢喜的去影响对方？也是讲，互对方去问我上帝恩典，互上帝去改变伊呢？当我咧思考这个问题的时阵，其实我咧想，若咱每一个人的内心，互上帝话语所充满，咱的灵互耶稣基督的疼填满，咱所讲的，咱所行的，信心来提醒咱。那呢，咱每一个人拢有真大的影响力，咱得展现出咱的价值，也就是咱成做上帝子民的价值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看这种价值的时阵，伫士师记中间，这是真重要，上帝要传达给咱的。咱每一个人有迄个影响力，拉亲像士师共款。士师伫希伯来语也是英文的中间，伊称做百姓的长官，也是领导者。是伫古早时以色列人拄着危机的时阵，对每一个宗族中间拣出一个人，成做军事也是政治顶面的领袖。这个职务毋是选举，也毋是讲爸有囝就有，毋是。伊毋是伫迄个制度的内，毋是伫咱所了解这种一个制度的中间。伊是伫以色列百姓伫建立一个王国进程的一个过渡的时期。所以咱伫摩西甲约书亚了后，其实以色列人因无出现一个真强国有力的领袖，所以规个以色列的支派是一个真线的组织。伫危机的时阵，就设一名士师成做领袖。所以，伊是一个暂时的。然后，这个士师伫圣经内面的描述是，互耶和华所敬的来拯救以色列人。所以，咱会当知影，伊有军事、有政治顶面的。所以，伫平常时，伊是伫百姓中间做民事顶面的一个裁判者；伫军事的时阵，伊是一个领导者。但是，咱看第一位士师俄陀聶，伊的描述无济，敢若有提到讲伊带以色列百姓拍赢这个战争尔。第二位士师就描写搁较济，讲到伊是一个真传奇的人物。士师记用真济的篇幅来描写伊，是讲伊是怎样咧去刺杀这个摩押王的故事。俄陀聶死了后，以色列人得罪上帝，上帝互摩押王比以色列搁较强，所以摩押王打败以色列，互以色列人服侍摩押18年。以色列人挡袂牢啊！搁一摆呼求上帝，上帝就差派一个人来解救伊，这个人就是以运。伊是便雅悯族基拉的后生。圣经描写讲，伊习惯用倒手。伊习惯用倒手，伫圣经内面的记载讲，伊是使用倒手的人。为什么伫遮特别记载？有圣经学者安尼研究讲，其实伫当时的社会，使用倒手的人，表示是伊有无方便、有残疾的人。那安尼来看，当伊讲伊无法度用正手，可能伊的正手受伤，也是安怎？伊是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个有欠缺的人。伊问伊的原文的意思是：我要献上感恩，我要来娱乐，也是讲伊袂当分割是一个合意的。我想以阮的性命
就是这个名，互伊要来改变，要来学乐。以色列人就选伊正做要去到摩押王，将因的遮进贡的物件送互摩押王。以阮嘛掠着即个机会，正做上帝所使用的器皿。咱若照着圣经学者拄则咧讲，伊是一个用倒手的人，伊是身体有欠缺的人。那呢，互摩押王对伊无一个戒心。所以这段圣经，咱若去读这段的描述，敢若亲像咱咧读这个《史记》中间这种刺客列传共款。伊阮是有勇气、有头壳，伊利用家己倒手的这个特点，将这个剑藏伫正平的衫的内面。那呢，对方的这个卫兵甲王，因就失去迄个防卫的心。所以咱看到圣经内面咧描写讲，以阮将这个礼物送去到迄个所在，伊家己阁对迄个瓦棍机架的雕刻石头的所在转来，讲王啊，我有一件机密的事要甲你讲。王就将边仔的人扯遣出去。这个雕刻五石头的所在，有可能是一个石头的矿场。伫迄个所在，有真侪神庙的偶像，拢对遐雕刻出来。所以咱会当看，以阮是一个心思真细的一个人。伊对矿石长转来，伫伊所熟悉的道路顶面，其实伊咧想的是要安怎伫事代志成了后，会当安全离开。伊要爱正做迄个历史，伊要带以色列百姓，甲摩押人，搁一届会打击。所以圣经咧描述这个过程中间，将以阮看做是一个真重要的事实。圣经描写摩押王伊的身躯真大颗，所以咧面对以阮甲抬的时阵，王的反应较慢，无注意到伊用倒手，所以摩押王一点仔声音拢无发出，就死去啊！正做一个刺客，伊完成任务了后，咱对历史会当看的是对一寡小说看，足侪拢正做悲剧英雄。但是伊有对上帝下来的智慧。伊的迄个剑拢留伫王的身躯内底，伊冷静离开了后，伊关了这个门，伊走了真远了后，外人才知影王已经死啊，无法度组织军队来抵挡以色列人的攻击，所以摩押王就死去了后，以色列百姓过了80年的太平的生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以阮展现了伊家己的价值，以阮完成了事事应当做的这个任务。那呢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存在的价值。你知影家己存在伫这个世界，你知影家己存在伫这个家庭，你的工作，你的价值是甚物呢？也是讲，你知影家己有甚物款的影响力也无？你个人所坚持的价值观，佫是甚物呢？当咱咧面对这个混乱的世代，咱对上帝的话，咱对主耶稣基督的教示，咱对信心的帮衬扶持内面，咱咧坚守着咱信仰的价值观，互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。所以，咱应该爱安怎思考？咱应该爱思考是，咱要安怎将咱信仰的价值观传承予后一代？事实毋那是伫军事顶面的带领，事实上重要的是爱将百姓带转去到上帝面前，互百姓明白家己的真实的身份是甚物。事实要带以色列百姓转来到上帝面前，互因知影因的身份是
上帝所拣选的，是要领受甲承接上帝恩典的子民。所以，当约书亚伊咧讲，我甲我的家要一定要侍奉耶和华的时阵，约书亚是咧表明家己对上帝的倚靠，嘛呈现所有厝内底人伫上帝面前的身份是甚物。当咱咧建立一个家庭，当咱咧建立家庭的时阵，可能咱拢对一个家庭有一个想象伫的。夫妻双方嘛对这个家庭会设立一个目标。当咱有囡仔的时阵，每一个人拢是新手父母，咧养饲囡仔的整个的过程，其实有平顺，嘛有混乱。对父母拢是一个考验。但是咱应该伫一个家庭中间，咱有一个共同的想法，特别伫信仰的顶面。咱都应该爱去想，要安怎带囡仔来认捌上帝，来认捌耶稣，来认捌信心呢？更较重要的是，爱互后一代的囡仔知影家己的身份是甚物。我甲牧师娘嘛咧养饲囡仔的过程中间，一直咧学习，到即马阮也阁咧学习。过去有冲突。有无共款的论述，这个中间有感恩，有喜乐，嘛有一寡未拄好的所在。但是对阮两个囡仔的信仰内面，牧师娘一直甲因讲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无论是甚物款的环境，无论将来是甚物款的境遇，恁拢袂当离开上帝。但讲一个真重要的观念，就是恁第一个身份，毋是我父母的囡仔，恁的第一个身份是恁是上帝的囡仔。第二，才是阮的囡仔，要互因真清楚知影，因是上帝的宝贝；要互因真清楚知影，因是上帝的囡仔，而且将信仰的价值观。会当落实伫生活的内面，是要期待因伫将来的日子，无论是处伫逆境也是顺境的时阵，拢会当伫考验的内面，真实去经历上帝的恩典。当因无论人伫倒位，因拢会当有上帝平安的同在。士师记第3章记录了3位士师。所以，伫伊运了后，有阿那的囝沙干，伊用赶有的棍仔拍死600个非利士人，伊嘛救了以色列人。上帝用伊，互伊嘛真做上帝器皿。虽然无记录迄个过程，就是以色列人背逆呼求，嘛无记录以色列人伫三家了后，有过偌济年的太平的日子，敢若一节咧记载伊。总是咱爱想的是，上帝呼召人来成做士师，毋是爱伊有甚物款的资格，是要透过士师的带领，互以色列人转来到上帝保护甲看顾内面。第一位士师。以色列人得罪上帝，受苦80年。了后，士师解救，互因过了40年的太平的日子。第二位士师得罪上帝，受苦18年。了后，因享受太平的日子有80年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新的一年，咱可能会面对真侪无共款的挑战。有可能会陷伫一个困境的中间，有可能咱会搬过这个挑战，但是咱只要坚守着信仰的价值观，咱爱抓牢着上帝的话语，遵守着耶稣基督的教示，咱倚靠信心的扶持。我想伫未来一年、未来的日子，
无论咱伫逐种的考验的内面，咱会真实甲上帝相拄，咱会真实去领受到对天来稳定甲祝福。那呢，咱坚守咱的价值观，咱伫即个世界，咱会当影响别人，互因成做上帝的囝儿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爸上帝伫你面前，阮知阮每一个人拢是你的宝贝，你的囝儿。阮知阮的后一代、后一个世代，嘛拢是你所喜爱。愿主帮助阮，互阮将信仰的价值观、耶稣基督的教示，互阮的后一代、每一个世代会当明白了解，帮助因持守着上帝的教示。伫即个混乱的世代，也是扰乱的时刻，我会当明白了解，行伫上帝你所看做好的道路顶面，离开上帝你所看做歹的代志。愿主帮助阮，愿信心甲阮同在，愿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同齐来吟诗，新圣诗131首。人若拄着忧闷伤悲，人若拄着忧闷伤悲，伊若听见主名字，心内忧闷变成欢喜，时时感谢仰慕你。主耶稣圣尊名，世上所仰望是伊。有一项大仰望，就是天理的欢喜。请起立吟全首，圣诗131首。人若拄着忧闷伤悲，伊若听见主名字，心内忧闷变成欢喜，时时感谢仰慕你，主耶稣圣尊名，世上所望是有一项愿望，就是你的欢喜，咱搭亲身求主耶稣，心无摇抓着坚固。虽然拄着患难艰苦，一切基督的保护，主耶稣圣尊名，世上所望是有一项愿望，就是你的欢喜。我靠求主一生命里，我就记着大福气，存一生去破我一生，我心我无怀疑，主耶稣圣尊名，世上所望是有一项愿望，就是你的欢喜，你的万国的正行里，称呼耶稣生命里，咱搭着现宝贵的名，搭时搭起应光你，主耶稣圣尊名，世上所望是
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咱奉献咱是用咱的积蓄来收吼。啊，因为即摆疫情已经渐渐比较较平静，所以教会决定咱的奉献要用团的方式，吼，咱今日是头一届吼，咱来恢复，吼，咱即时来奉献。这是我来报告。伫报告的大声，咱先来读金句。咱同齐来读两解，请。着离开歹行好，找和平来对立伊。诗篇34篇14节。着离开歹行好，找和平来对立伊。诗篇34篇14节。来酒的事奉同工，请咱家己来斟酌吼。查经祈祷会拜三查经祈祷会，咱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37章。咱的主理是苦行凯牧师，司会是周永祥执事。来酒的第一礼拜是苦行凯牧师主理，经文是士师记第4章第4节到第10节。咱的题目是女先知底波拉。启应文是圣诗的部分，请咱家己来看。过来，请咱掀开周报第6页，来看咱教会通知消息。下主日2月9号，教会要举行圣礼典。迄天的奉献是要予泰雅里中会美福教会为因来奉献。因的需要是，因所在位置是伫台中大安溪的中游的山顶。因是一个小型的教会，聚会人数差不多是10个到20个。因拄着困难是伫921地震的时阵，因的教会得到真大的一个损害，所以因暂时有一个广告的提皮屋啦吼。但是这个广告的提皮屋只是其实有一个亲像咱的旧堂，吼。但是因是广告的提皮屋，迄个所在无通大，无通洗身躯，可能连便所嘛无。拢是简单的吼，所以因伫一段时间的筹备以后，因决定要开始来去
易经，要起便所，要起厨房，要设立牧师馆的计经甲教室。所以咱若看即个需要，咱就知影讲，牧师平常时可能伊的生活就是甲住伫教会中间，当是真简单。或者是有可能伊平常时无住伫教会，伊另外找一个所在住。看起来即个教会是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即个教会搁较完整，就是会友来到教会的时阵，牧师住伫遐。会友来的时阵，可能伊嘛会当煮爱餐。所以咱支持因，第下礼拜的时阵，咱的圣餐奉献会为因来奉献。第二是2月16，咱要来下晡1点，要伫地下室来举行咱属灵的训练，请全体中职，或者是对属灵服侍有兴趣的，会当来参加。伫1楼的所在有填写报名啦，迄天咱有简单的餐点。第三是泰泽祷告会，毋知头一届恁来参加袂？咱即马今年咱有一个新的以前咱的祈祷会，咱拢实体，咱拢拜三来到教会，咱来祈祷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咱改用线上的，网络上的。当然这是即马的时代，咱较方便，就是讲咱伫任何一个所在，咱随时拢会当起来做阵祈祷。但是阮教会嘛是感觉讲，无实体的聚会，迄个祈祷的迄个气口无啥共款。所以伫今年的中间，咱有试看卖来恢复实体拜三的查经祈祷。咱是用泰泽的方法，所以咱定伫每个月第3礼拜的拜三，咱就有一个泰泽祷告会。1月份已经举行1届。2月份的时阵，咱是第2月19，也就是2月19拜三。暗暝的8点，伫即个所在，咱有一个泰泽的祷告会，邀请大家来做实体的祷告。教会集体的代祷，请咱彼此代祷啦。今日毋知有新朋友介绍无？无。这是咱来唱诗。平安礼，平安礼。我知。这是咱来行平安礼。因为耶稣正做心。
请有缘徛伫咱同齐来唱马片诗389首，学罗上帝至关至尊。因此，煞请牧师为咱来祝祷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最后所基督的救赎甲毋忘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。